我就可以知道现场的。 摕手机对稻米翕相，传到社群软体稻米小帮手，随称稻米当中的甘水量和会使卖偌济钱。国内会使试家己的农作物敢有农药或者是病毒，甲水果放伫红色检测盒仔面5分钟，就会使知影结果。用过需要1礼拜以上的采样，减少到2天内就会当完成。这拢是农粮署和中兴大学合作，将 AI 科技引进农业，成立研究发展中心来协助农民。你在过去利用。 包括比如说无人机的喷洒农药，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。像在技术上，我们有包括我们的农事所、我们的畜试所等相关的厂试所，都可以乐意的来协助相关的技术，永续才是我们的目标。但家中讲，永续农业是刷落来目标，爱用 AI 科技引进农业发展，用大数据的资料，上紧的速度判断农作物的品质。去开发呢，它的大数据资料库跟 AI 的模型。 那作为未来呢，我们去做这个农业上面的一些病虫害的检测。中兴大学强调，目前中心未生以水稻啊、跳舞，阁有人会做研发科技的主体，要减少农作物检测的流程，嘛互农民储备速度会使阁较紧，阁会当提升台湾农作物的竞争力。